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行政院今通过房地合一税修正草案，2年来买卖就会扣45%的税金。中南部也开始有人转卖买厝的资本段落。美国军舰全国通过台湾海峡，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美国军舰第3届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务卿也答应讲会招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网络顶头就人买厝暗收钱说唔出话，娃娃文创想袂到消费纠纷还未解决，公司负责任说是来过身咯。政府为着要压制厝价，行政院会今仔通过房地合一所得税法的修正草案。若准讲，甲这个厝买入来2年之内又要再卖出去，就会扣45%的税金。这个案件也列入去立法院本会期的优先法案。另外讲到囤房税部分，行政院是烦恼讲，厝头家会甲税金算入个厝卡的租金顶头，所以暂时无要来推动。为了阻止炒作房市，政府阁出招，行政院11院会上通过财政部提出的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也就是房地合一税2.0，希望借由调整短期持有时间的定义，压制房市买卖炒作。不过，家己大买卖甲建商是未受到修法的影响。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所谓短期交易的税率的期间的延长，还有适用的税率相对会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希望能够抑制目前蠢蠢欲动的房价。如果你只是自住的部分那这个买卖呢，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建商也不会受到影响。这摆法规规定，个人持有房屋土地1年内卖出去，扣45%的档税。修正草案当中，将持有2年内的交易也当作是短期，扣45%的税率；持有5年以内卖出去，扣35%的税率；持有未满10年，是扣20%的税率。境内境外营利事业持有房屋，也将比较个人的税率。另外，也将易售厝的交易、部分股权交易这2项纳入房地合一课税范围，专案会阁送到立法院来审议。那以房东来讲，他可能就把这个增加的税率转给承租人。那我们试算一下，曾经试算过，如果是超过4户以上用这个标准，那现在的可能受到影响的承租户有78万户之多。若是囤房税，罗秉成表示，烦恼全台湾差不多78万成租户会受到冲击，恐惊影响无辜，暂时无会推动。财政部认为，房地合一税的打炒房效果好，所以优先推动。不过学者认为，2个做无做伙推动，打炒房恐惊无效果。它只有初期的效果，慢慢会淡化。囤房税没有实施，所以它就可以囤房5年后交易还是一样赚到一旦房地合一税2.0版修法通过，施行的时间由行政院决定。财政部已经指出，新法上路进前会有日出条款，有业者推测讲，在这段期间会出现真侪人紧卖还是抢卖的情形，会引起交易的销路。记者综合报道。咱阵房地合一税推动了后，改变时间限制了后，上届有影响的，就是伫咧短时间内操作买卖的人。正有风声讲，中南部甲这个买厝资本红单，已经有人开始要转出去啊。其中是台中、台南上界多。中南业者表示讲，新制度施行进前，无论是有卖厝，也是中古的，拢有一群人想要卖厝。不过大部分有厝的人，较无欠资金，若阵厝价买落，恐惊是无啥可能。乌头机无停的开挖，一栋一栋易售建案当日加紧赶工。台积电进驻南区，和台南房市相当热。但是，就是政府打炒房宣布将房地合一税短期持有为2年又当做5年了后，即摆传出中南部已经开始出现易售厝红单大卖。经过统计，台中有差不多1.15万户易售厝上网路要来卖，是6都上界多。台南原来有达到3100多户。一般闭锁期大概是1年，闭锁期过后之后就会拿出来做红单转让。那以目前的市场来看的话，是也还蛮多这种投资客会拿出这种东西来做短期炒作。当地房屋中介表示，最近开始有未少易售也甲新建个案的投资客，烦恼厝卖袂掉，恐惊会套牢的，放弃赚100万的想法，只要会当赚10万还是20万，就赶紧出场。而且新制上路进前，想要卖中古厝的厝主也开始卖，只是市场上大部分的房屋持有者较无欠资金，短期期态大幅度向下修正的机会恐惊无大。在房地合一税上路之后，市场上会出现一个交易的窒息量，因为买卖双方都会开始观望，尤其是买方，他会希望，而且会期待政府这波打的房政策出现效果，等到房价下跌了再进场。预期在上路之前，可能会有大概5%的这个短暂的一个振幅啦，但是预期大幅下修的几率不大。
防晒专家表示，未来房地合一税新制上路，市场可能至少有3个月至半年的观察期。一旦等待卖物件大量减少，而且房屋持有期为2年延长到5年，厝主想要闪开重税，阁无想要降价卖出去，可能规期用租代卖，恐惊原来有税金转予消费者的效应，这原来是政府爱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继续来关心台湾欠水的问题。中南部当日欠水，中华风管的农民因为无水通好用，已经甲补产的时间延后1礼拜以上。不过到今依然是无水通好用，着农民去请人来乌水井啊。另外，伫咧台南新化的虎头陂，因为水头的水土保持做了真好，虎头陂到今还有100万吨的水，会当予50多公斤的田使用。这黄仔已经插好啊。就安尼，伫咧无啥水的田里，农民看就是真唔甘。烦恼补田了后的心血会拢乌有去。原底因为欠水通去淹田，中华风管的农民已经办7天至10天来补田，不过到今灌溉的水源还是无够。这黄仔有的倒去，有的冷去，当地农民国不理中，就爱找开井的工人来斗3工。咱春耕要开始啊吼，咱爱挖田，挖田了的时阵，黄仔布拢是爱水，即马无水的时阵吼，你规个拢打布去，打黄仔就大袂起啊。拢40米就有啊，40米。40米哦。你即摆工课足多无？工课还好啦，还好啦。哦。拢农民拢足欠水的啦。水情真正热，中华沿海乡镇的早冬稻啊，强要无水通用，干来当开井来饮用。不过县府表示，沿海乡镇拢是地下水的管制区，若要开井，拢要是爱做申请。沿海的各乡镇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地下水管制区哦。那基本上是凿井的规定会比较严格。那中部同款水情真严重的嘉南地区，已经有部分的早冬稻啊停止淹田。不过台南新化的虎头陂，因为水头是中心林场，水土遗弃了好，嘛有溪水流入去，有600多公顷的集水区，目前逐天会当提供虎头陂1000至2000吨的水，和附近50多公顷的稻啊会当淹田。阮遮都唔捌咧，无开水的，逐冬嘛开。我头陂都唔捌咧打的呢。差不多有5000立方公尺，也就是说我们的5000吨的水灌溉，所以目前供应50几公顷的那个一起做是没有问题的。到11中昼为止，台南三分水库敢若剩15.2%的有效跳水率，也若南化水库是剩46.3%。饮用水情真正热，台南市政府准备19个对抗可换的水井来饮用，逐工差不多会当供应3万吨的水。目前已经有3间厂商申请完成。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欠水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仔日出来甲民众发声，强调讲政府已经有量早做准备啊，不过民众有愿也是爱省水。另外，各行园区、工业园区因为宽频的问题，敢通抽地下水来用嘞。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面对欠水的灾情，就要用方法来做变巧。冰箱用水的垃圾水回收了后，经过污水厂的处理，会当搁再利用。行政院长苏贞昌11视察竹南头份水资源回收中心，即马全台湾水情正热。苏贞昌强调讲，政府已经有量早部署，嘛需要开源节流。有区域水的调度、连通水管的建设，以及抗旱水井等等的超前挖掘布置。经济部长王美花顶日了讲，科学园区甲工业园区会当伫咧考完的时阵开井，引起外界的讨论。不过，新竹科学园区的管理局长王永仲煞伫咧立法院答询的时阵，讲新竹科学园区的宽屏无批准出地下水，那就是甲王美花扇面。针对这点，王美花讲，若拄到特殊紧急的情形，灾害防救法有应变的措施。竹科原来是不可以的，所以才需要到这个应变中心来讨论。那能不能凿井？那一定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嘛，包括第一个它的水是不是丰沛啊，有没有地层下陷等等。外界关注新竹供水的问题，水利署长罗建成去新竹，甲企业还有厂商的代表讨论欠水的问题，还有产业发展供水的规划。罗建成肯定企业有达到省水11%的目标。目前第一要紧的是爱互新竹科学园区的厂商生产袂动点。抗旱备援水井在3年前就开始做这些的规划，在去年的9月16号开始稳定的出水的3万吨左右的这个水量。上个礼拜新竹地区也有这个像台积电啊、联电啊，也有水车的这个载水的这个模拟的作业，应该是在进行。桃园目前逐工支援新竹20万吨的水，不过李金强表示，新竹科学园区的厂商配合省水，烦恼水情的恶化，
包括台积电甲相关的产业扩大生产，甲扩建工厂的情形之下，用水的需求敢若会增加袂减少。台湾当拄着56年来大考验，罗建成讲，即嘛是对抗考验上关键的时期，希望大家做伙度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政治消息。美国军舰昨搁再经过台湾海峡咯，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军舰第3届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初10伫听证会顶头学入台湾，甚至佮讲会邀请台湾出席民主峰会，以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另外，布林肯10月也会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等人会面，进行美中高层战略对话。美国海军第7舰队面册打出相片，表示伯克级的驱逐舰混运号初10依照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也证明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军舰第3遍通过台湾海峡。在这期间，国军运用联合旗舰阵的作为，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都正常。对美国军舰窜过台海，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新闻稿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美国公开炒作传达错误消息，危害台海和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前就指出，中国是美国上界大的挑战。初10出席听证会时阵，面对议员询问支持台湾问题，伊承诺邀请台湾出席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也甲参与世会。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a country that can contribute. Yes. To the world, not just its own people. Right. COVID is a very good example. 外交部我们诚挚的感谢布林肯国务卿再度的公开的这个表达对于台湾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支持。美国国务院初10证实，布林肯甲国安顾问苏利文18要甲中国最资深的2位外交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甲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伫阿拉斯加会面。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the many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Beijing's actions and behavior that are challenging the security, the prosperity, and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国务院表示，15至18，布林肯会甲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先访问日本甲南韩，所来则是美中高层对话。布林肯表示，这桩会面会寻求确实的行动。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美中关系立场明确，美国应该要放弃冷战、联合思想，尊重中方主权、安全也甲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人大会议今仔日是用到2895票赞成，无人反对，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这项决定讲是要确保爱国的香港人才通好治理香港。该制度了后，香港特首的选委会加立法会席次，拢会有中国势力的加入。全国人大会议12下晡伫北京大会堂闭幕，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表决一个通过，全场拍扑超过30票。赞成2895票，弃权1票，宣读完毕。通过。全体代表高度赞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法治利益，维护香港宪制秩序的坚定决心。香港选举改制了后，特首选举甲立法会席次会受到影响。特首选委会改制了后，4大界别会增加第5界别，由爱国派人士来担任。总人数为1200个人增加到1500个人。立法会席次嘛为70席增加到90席。选委会也佫会增加提名，甲选举部分立法会候选人的功能。刘梦英国政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初10以视讯的方式参加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批评北京甲选举变做挑选。Beijing has also announced an electoral reform in Hong Kong that turns the city's legislative council into 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style rubber stamp chamber. Beijing's appointees will occupy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ats without an open election. The election in Hong Kong has become selection. 堅定支持係人大呢個決定，我哋有更多有能力、有擔當、有作為嘅愛國者，能夠喺唔同層次參與管治香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後禮拜會去香港聽各界改制意見。英國人大訂定香港地區嘅國安法，甲修改香港基本法嘅附件，掌控香港。
台湾陆委会表示，推行爱国者治港，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治港，甲爱党者治港，将基本会受到历史严格检视，呼吁各方停止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日本311地动满10年的追思日，日本各地头也拢举办追思的仪式，日本天皇甲首相也拢参加官方所举办的追思会。另外，有一位伫咧大海场灾害当中失去查某囝的爸爸，伊也成功申请到东京奥运盛会团送者。伊讲，伊要找到因查某囝的手尾面，团送奥运的盛会。钟声响起，东京建造一个国务公场头前，组织着民众替10年前311地动的牺牲者默哀。当时阵，伫东京国立剧场嘛举行官方最后一届的追悼会，日本天皇翁仔某德仁天皇甲雅子皇后、首相菅义伟拢出席了这场追悼会。今後困難な状況にある人々が誰一人取り残されることなく、一日でも早く平穏な日常の暮らしを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311地动到即马，拢总有超过18000名失踪甲死亡的牺牲者。为了追悼甲表现日本民众为海啸内底重建生活、大步向前的民族精神，有一名伫海啸内底失去查某囝的查甫人，成功申請乘坐東京奧運的盛會跑者之一。走るのも自分の身一つで行って走るん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前の片身を胸につけて、そして一緒に走って。另外，有名的日本歌手 Lady Gaga 嘛，伫日本震灾满10冬的时阵录影片祝福。Through the years, seeing and hearing about the vast recovery of your beautiful cities, I have so much respect to the people of Japan for your strength, kindness, and love for each other. I think it gives hope to the people now that are fighting through the COVID pandemic all around the world. 目前伫311地动内底有2000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议员继续搜索失踪的人的下落。而联合国对过去几冬一直发生的各地天灾嘛提出了警告，认为天灾受害程度年年拢在增加，所以更加要做好防灾的工作。关新闻，但是同朋友。为着要感念台湾伫咧日本311地动的时阵，甲因援助捐款，日本艺术家来梁美智头一届来台湾举办展览，希望用展览加做回报。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出席开幕典礼。蔡总统表示讲，来梁美智的创作有安定人心的力量，也期待台湾甲日本会当继续互相扶持。日本311地动满10周年，日本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头一摆来台伫关渡美术馆举办个展，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开幕典礼，这也是今年第2友好系列活动的重要项目。奈良美智顶个月专程来台布展，登去日本，伊透过影片表示感念。台湾伫311震災時伸出手，希望以这个展览作为回報。東日本大震災の時に台湾からすごい多額の義援金をいただいて。日本の人みんな感謝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ど、そのお返しの一つとして、僕がこうやって来れたので、精一杯展示はしたつもりです。透过谨记着震灾的伤痛，纪念着可贵的友谊，我期待台湾和日本更要继续在当前的挑战中相互的扶持。奈良美智除了带来代表伊创作生涯里程的图画、素描甲雕塑品，更加有数十件素描的新作品。到头一摆伫海外展出的月光小姐，描写奈良美智伫当时大地震发生的心情感受，也为台湾创作朦胧淡薄一天真有意義。所落来也要去台南甲高雄展出。10年前、私たち日本人は台湾の方々からの心からの思いやり、温かな支援の手に触れ。台湾という友人がすでに日本に寄り添ってくれていたことを改めて感じます。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也伫311即天举办追悼感恩会，献花致意。会长大桥光夫甲立法议员昆담会会长古乌圭斯特别录影片表示，虽然因为疫情，二代间的来往受限，希望疫情结束，台湾朋友会当过去台北。今后也会做有各项挑战，需要联手面对克服困难。就算经过10年，日本游玩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温情援助，多谢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网络顶头招人来买翠暗收钱却唔出货，娃娃文创，想要到消费纠纷也未解决，因公司的负责人却是来过身啊。调机关表示讲，负责人伫去年中就已经破病无咧插代志，怀疑讲负责人只是一个挂名的人头尔。去年娃娃文创发起网络团购医疗及翠暗，却伫收钱了后一直无出货。根据行政院消保处统计，全国受害者加企业户合计约2000人要求退款金额约2亿。最近台北市消保官陆续举办6场协调会，出席法院协定调解书，也毋过却传出娃娃文创负责人李志斌突然死亡，而且已经伫这个月初10伫高雄市第一殡仪馆火化。本周一，之前来出席我们调解会议的娃娃文创公司的代理人，口头跟我们通知的。到底什么时候娃娃文创会有新的负责人产生？这个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记者前往娃娃文创位于北市南港办公室，公司由原照常营运，也毋过员工非常低调。一位无愿意具名的经理表示，关系设立负责人过身，最近会公布伫官网，也是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消保官表示，就算负责人过身，利害关系人包括借款人、税务机关，拢会当向法院申请指派暂时管理人，负责赔偿事宜。若是一人股东无人继承，依照公司法是由法院选派清算员解散公司清偿债务。娃娃文创的债权人，那可能也包括消费者，申请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那让这个公司可以再继续营运，来处理所有他的债权债务的问题。也毋过，北市机关单位军接到受害者压了，即期李主斌去年已经下床，只是人头，收钱无出货也无退钱，毋是说讲资金被冻结，就是全国设备已经涉嫌诈欺。去年6、7月，内部的员工早就跟这个受害者说，其实李子斌根本没有负责娃娃文创的这些的业务啊，就是说他身体不好，他住院所以大家都合理的怀疑说，就是人头没有错，他们是把这些钱拿去买制造口罩的机器，但是他们却没有制造口罩机器的证号，所以这根本就是无本生意呀，所以这就是诈骗。议员表示，娃娃文创部前议员有几啊位当事个人股东，应该尽速出面接手后续出货加退款。若讲负责人王生就想要杀责任，除了协助民事求偿，也会提告诈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圣堂中于金属严重毒案件，检方依照着药事法起诉了后，今仔日是头一届开庭审理。受害者表示讲，对代志发生到今，拢无感受到中医金属负责人的诚意。所以医师执照有被剥夺吗？面对外界询问，成龙中医诊所姓李的负责人拢无讲话，原名李世明，改名李志林，就是无改变对严重毒受害者的态度。被害人表示，我都感受到伊的诚意。透过别人类似隔空放话，在地检的资源不足，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医师鉴定的部分，可能也没有潜力，所以他对于他起诉的许多罪项，包括一些伤害，都是以过失伤害来起诉。法官能够从重量刑。前台中市议会议长张凤莲一家伙4个人，去年6月严重毒送医，规家伙食的中药粉提供予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检验了后，竟然发现药包内底盐也加水银含量超过标准。规个代志愈看愈侪人，上细汉的受害者是5岁生落来的查某囡仔。11日下晡，台中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受害者委任律师指出，姓李的被告是以用唔对去来抗辩，啊，毋过禁药注射本来就袂当放入去药仔内底。那你身为一个医药从业人员，你把有害人体的物质用到人体上面，其实这个本身就已经故意的层次。我们严重的怀疑，被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冒着一个那个夸大医疗行为来取得一个医疗效果。受害者指出，目前一寡严重毒的受害者遭受真大身心折磨，希望未来法院审理当中会当加入10多位受害者伊的医师检验结果的部分，和姓李的负责人会当符合加重伤害罪的要件。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苗栗火车头的便所，本地是使用天井这个天然通光的设施，想袂到天棚的玻璃到暗时煞变做是袂输一面镜同款，透过反射，内面伫咧便所的人，煞是去互看现现，看甲一清二楚。另外，伫咧英国火车头要安新的电梯，煞因为无准备无障碍设施，害行动无方便的人，有影是足无方便的。苗栗火车头东站，这间查某便所才打起好，设备真新。毋过镜头一个看，天棚规片反光的玻璃，若电光反射，女性伫咧便所内底一举一动是拢看现现。这样子会赶上吗？当然不敢啊！听到若去便所会互看了了，民众一直讲毋敢去这间便所。苗栗火车头东站新起的便所，设计的时阵为着要增加自然光，才甲天棚用做玻璃，所以引起去便所运输的疑虑。苗栗县水利处表示，这个工程还搁伫咧验收的阶段，已经有要求改善。今天会先请承包商先去做局部的改善啊，那后续我们请设计师再检讨过以后，我们再做整个这个改善，我们再来验收。代替英国火车头，旅客赶要坐车，毋过行去到电梯口，煞看到广告写讲电梯改建当中，施工的期间无法度坐，旅客是真无奈，敢若会当改行楼梯。毋过这对行动无方便的人，或者是坐伙人来讲是真困扰。我们年纪大的人。走这个楼梯也相当很吃力啊，因为阮脚有问题，所以会较无爽快啦。因为英国火车头的电梯真旧啊，当伫咧做维修的工程，施工的期间，第2月台上北的电梯暂停使用。毋过代替所建议行动无方便的旅客，为第1月台坐落来要车去桃园，结果搭上北的火车，靠一大连倒来英国。这个建议引起大家批评，代替嘛紧急做修正。我们会去跟业者，就是民间业者租那个可以载身障者的那个巴士，来载运这个身障者，然后直接到3家。代替目前规划用车路搬车的方式来处理，费用由代替来吸收。若电梯整修的期程，会为原本4月底提前到上近3月底就会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美国到今已经有6200万人注到武汉肺炎的预防针。目前有16个州开始解除公共场所挂嘴暗的禁令，其他亲像是咧重灾区德州，伫咧70也解禁度。另外，因为总统拜登70也宣布讲，美国再买1亿吨的胶性疫苗，目的就是要防止疫情搁再爆开。拜登也讲，若准有假疫苗，会甲别个国家做伙来分享。美国总统拜登70宣布，另外搁买交生开发的1亿剂新冠病毒单剂疫苗，增加防疫能力，表示会当伫5月底为每一个成年人提供有够的疫苗剂量。也感谢交生甲默克这2间竞争的药厂，共同生产交生疫苗，将国家甲公共卫生放伫头一个。I'm doing this because in this wartime efforts we need maximum flexibility. There's always a chance that we'll encounter unexpected challenges, or there'll be a new need for a vaccine effort. If we have a surplus, we're going to share i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ve already decided we're going to work with the outfit COVAX. We've committed $4 billion to help get the funding for more vaccines around the world. 经过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的统计，目前全美国19%的人口，相当是6250万人，已经至少1剂疫苗，1成人已经注完2剂，疫情开始慢慢稳定。目前全美国已经有16个州解除挂嘴暗的强制命令，德州第70开始也解禁，商业活动会当完全恢复。德州目前累计有269万人确诊，甘若输加州全美国排第2，死亡的人是4.5万人，也排全美国第3。这个时阵解禁，是不是会造成疫情搁反扩，引起无共看法？有一寡餐厅为学生到厨房已经半个月无挂嘴暗咯，有一寡业者也是希望顾客会当家己挂嘴暗。I'm still going to wear a mask just to feel safe for myself, but I think people should be able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I guess, at this point. What does it take you to go to a table from the door here? 40 seconds. I mean, can't you not wear a mask 40 seconds just out of courtesy?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it. Just out of courtesy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the restaurant.
由乐施会顶真侪个国际慈善组织组成的人民疫苗联盟，查稿指出，好野国家大量买走新冠疫苗，平均每1秒都有1个人会当住。一寡开发中的国家却是一支都买袂到，呼吁好野人的国家袂当干那顾有抢的商业利益，应该支持暂时取消新冠病毒疫苗专利的提案，让更加侪国家一当生产疫苗解决困难。另外，英国首相强森是反驳欧盟对英国阻挡疫苗出口的指控。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咱接来要来看的是已经驻中国疫苗的巴西。根据 BBC 的报道，拜三搁再增加2200人死亡。因的总统波索纳罗这回出席活动的时阵，说是有挂嘴暗，伊也对外宣布讲，政府已经动用所有的资源来对抗疫情。巴西的前总统卢拉也批评讲，目前的巴西根本是无政府的状态。家属伤心安葬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亲人。巴西疫情严重，根据 BBC 报道，70单日新增2286人死亡，超过正常的美国，成为单日死亡人数新纪录。近日因为判决无效，中核政治权力的前总统卢拉，虽然无表态敢是要参选总统，有缘大批评现任总统波索纳罗。Então, esse país está totalmente desordenado e desagregado porque não tem governo. Eu vou repetir: esse país não tem governo. Mas eram mortes que muitas delas poderiam ser evitadas. Evitadas se a gente tivesse um governo que tivesse feito o elementar. 面对批判变种病毒发挥，巴西有超过15州的家户病房大房率超过90%。首都巴西利亚更加是已经满载。总统波索纳罗70出席活动，罕见的挂嘴暗，不过有员讲政府已经动用所有资源来对抗疫情。A política lockdown adotada no passado, o isolamento ou confinamento, visava tão somente dar tempo para que os hospitais fossem aparelhados com leitos de UTI e respiradores. 专家警告，批判变种病毒有高度传染性，不过联邦政府并无统一的防疫政策，各州只会当各自采取措施。巴西的亚马逊省受到打击上严重，专家呼吁应该量早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人讲行的经寸天，步的是部队天。伫咧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有一寡人是咧捡粪扫过生活，却因为疫情关系，物价直直起，生活也是愈来愈歹过。东满各种废弃物的空地内底，一个小小的身躯，当伫超找粪扫堆内底，是毋是有会当摕转厝的食物，还是讲有价值会当卖钱的物件？16岁的布里托继承家族3代相传的 Q 字纸的工作，但感觉土粉、臭味也甲可能有毒的空气作伙。委内瑞拉原本是出产石油，也是 OPEC 会员之一，但是为伊国总统查韦兹到现任的马杜罗20多年的玻利瓦社会主义革命，经济状况规个败去。委内瑞拉国会去年估计显示，通货膨胀率超过30%，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佫达到6500%。这原来互原本就散车布里托一家伙啊，敢来当继续伫社会上短暂无法度翻身，佫还是无米兼论月，已经拖1年外的新冠疫情，毋但影响经济，也互布里托的 Q 字纸工作更困难。Sí, antes venían más cosas, ahorita no están vendiendo casi nada. Ahorita no, cuando me ve que consigo, y no consigo casi nada. Antes que encontraba bastante, ahorita no. 美联社分析指出，疫情互各地面临严格的管制，餐厅甲卖场无法度营业，会互人啖杀的食物当然是大减少。同时，因为生活状况变差，也有更较侪人加入伊的行列。布里托面对更较侪竞争者，会当摕转厝的收益当然减少。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发生伫咧3年前华山草埔分尸案，嫌犯是一位教人射击的教练，号做陈碧谦，竟然操打伊的查某学员，落尾佫甲人碎尸，尸体佫再分尸。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一审判嫌犯爱赔人家属1400多万。不过家属请的律师表示讲，嫌犯早就甲不动产转出去啊，就算是拍赢官司也提无半成。
伫3年前，城市高电陈碧谦被指控伫咧华山大草原性侵4个女学员，甲人电死了，佮分尸，尸体摕去山顶弹。被害者家属伫咧民事部分，包括精神慰抚金、抚养费等费用，总共要求赔偿1400多万。台北地院伫在日1审判决出来。被告应该给付原告，就是被害人的父亲甲父新台币659万7561元，应该给付被害人的母亲甲母741万8813元。合议庭认为，被害者只敢若30岁，就互人用残忍的方式杀害，到即马尸体还阁找无着。虽然陈碧谦法定缓刑，也毋过案件经过地院一个高院审理，行为属实，认定构成侵权的行为，判陈碧谦应该赔偿被害者家属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用总共1401万，也毋过抚养费用部分是无准许。专案也会当上诉。谢谢民事庭这边给他们一个公道，但是因为这个其实陈柏谦他已经这个脱产完毕了，所以家属这边其实民事胜诉也拿不到半毛钱，而且纵使拿到，他们也跟我表示说即使是有拿到，他们也会全数都捐出去做公益。家属的委任律师讲，因为陈碧谦早就把不动产拢过户给别人，就算是官司拍赢，也可能摕无钱。另外，伫刑事的部分，陈碧谦1审被判死刑，2审因为合议庭认定被告是符合自首要件，该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被发回更审，家属也期待法院会当给因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社的开发计划案一直拢有争议，透早搁在进行宽屏的审查会议，支持甲反对的民众拢伫咧会议室外面画口号，所以因有真侪民众想要登记发言，也互这个案件搬到进入实际审查，只好另日才搁再开审查会议咯。警方摆上人墙，将支持甲反对社开发的居民隔两边，都惊双方发生冲突。支持居民希望宽屏赶紧审查通过，反对居民是批评用区段征收是抢夺人民的土地。早起台北市环保局针对社案再次进行宽屏审查。这个案经过3届委员，由原真歹做成结论，开发面积达到302公顷，分2期推动采区段征收，影响11000多人，需要先搬离。虽然政府保证会先安置了后才拆迁，不过有网民众是嘛要反对，也和宽屏委员讲压力真大。因为这个案子我又多吃了一点安眠药，他们担心的忧惧的事情，要把它好好搞啊，不能是只做到公事公办的，不是啊。报告委员，其实我们是当自己的事在办，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办。目前社的开发方案，生态社是2016年以居民爱方提决定，不过当年只有35%的投票率，互反对者批评是假民主，未当代表全体居民。针对有居民要求退回此案，提出替代方案。宽屏会议主席表示，会伫后一摆会议优先厘清规划的主轴，当初怎么定调为是生态社子岛，这个历程一定要讲清楚。因为登记发言民众踊跃，会议无进入实质审查，将搁安排时间举行延续会议。记者综合报道。南华大学进行因为境外学生做散工，而且是做超过时间的案件，和教育部列作是教学品质查核的对象。后来针对学生所上课授课安排，有定出一寡新的办法。学生会即马认定讲新的规定会影响到学生的权益。今仔日和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做伙召开记者会，要求学校就要做出修改。大声讲出诉求，要求学校修改政策。嘉义县南华大学的学生会参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召开记者会，讲南华大学为要配合教育部的教学品质查核作业，定出全面性、密集顺长、强制性教课，学生授课袂当超过11节种种规定，影响到学生排课甲授课时间的规划。教育部的惩处应该要对应学校的错误啊。如果是拿全校的师生的受教权、教学自由，或者是讲学自由、学术自由来做牺牲的话，这完全是不对的。不过学校表示，这摆规定是专案配合教育部的查核，
所有的规定拢下发。昨嘛有向学校内的老师来说明。因应这个教育部的教学品质查核已经定了各种持相的办法，那些办法都按照目前学校既定的法定程序来办理所以在按照目前学校的规定都是合乎程序、合乎学校的规定的。记者会现场伫边仔嘛有教授提出无同的看法，只是伊选择用唱歌的方式，希望学生会甲学校会当好好来参详。教育部为什么要来查呢？不过就是因为在前面的那个事件里面反映了一个教学品质可能需要被确认。OK， 那可是呢，整个事情并没有人讨论到我们的越南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尽可能不要再用对立的方式来进行后面的这些大家应该要坐下好好讨论。南华大学学生会表示，学校对教育部的查核动作做了上侪无必要的规定，希望学校会当修改。不过学校嘛表示，离教育部要来查核，剩无偌济时间，所以会继续甲学校的学生甲老师来说明，希望会当互大家拢清楚目前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面册顶头有抛出讲，中南半岛当咧烧田做肥料，因讲安尼做唔来造成空气污染，甚至影响到季节的变化。环保署表示讲，因为高空风场甲地面的风场无相同，对台湾的影响是真有限的。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面册打出美国太空总署这张卫星图，会当看到中南半岛急剧的伽马射火点，这是当地火警所产生的高温。火点资料是利用卫星搭载多光谱感测器及时回传观测资料，会当监测地表高温甲空污状况。陈明典分析，当地空污状况已经来到棕色警示比止步更加严重，那空污佫影响气候。那基本上它会反射太阳光，会让地表的增温稍微慢一点。通常我们季节变化到了春季进入夏季，是从中南半岛陆地开始热起，从这边对流开始，因为这种霾的影响，这种季节变化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时间上会有点影响。为了进行污染物监测，其实咱国也建立有火点资料系统。环保署甲气象局合作，利用气象局所接收的3粒遥距卫星来计算火点位置。也不过监测器会受到分散影响，若有抓到，就侦测袂到火点。对这摆中南半岛火警造成严重空污，敢会影响台湾？环保署分析，地面风场甲高空无同，高空飘过污染物也无影响伤大。地面风场跟高空的风场风向是不一样的。所以高空的风呢，把这些燃烧之后的烟尘吹过台湾上空，那并不会直接对地表产生很明显的这个影响。环保署表示，8时11，地面环境风场是偏东风，东南部地区位伫下风处，本地污染物累积，分嘉南以南局部地区空气品质来到红色警示。12中昼过了后，东北季风增强，代表伊把扩散条件好起来。也毋过中南部地区扩散条件也是无好，中部分嘉南局部地区甲高屏空气品质也是有可能来到红色警示。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酒厂是专门咧生产300cc 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却因为市场机制关系，渐渐改做是黄色飘纸的红飘纯米酒。台酒公司表示讲，2月就已经停止生产啦，另外主家咧用的料理米酒是袂受到影响的。只听讲，台酒2.3公升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已经停产，专门生产米酒的花莲厂区，都陆续出现消费者走来买。对停产，大家看法无同，也毋过拢先买起来再讲。不知道会不会很担心？会啊。可是它有其他的米酒可以替代啊。味道不一样吧？没啥感觉，因为米酒本来就用的，可能料理米酒用的比较多吧。台酒公司表示，红飘米酒停产的新闻现讲了后，真侪消费者就是一般家庭煮菜用的19度料理米酒，特别澄清停产的是汤光玻璃罐仔装2.3公升外表大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大家都以为这一支我们27块的红标米酒，但是不是，这一支是红标料理米酒。料理米酒呢，目前是27块一样的正常供应、正常生产。为安怎停产红色飘头的红飘米酒，台酒公司表示，其实这2种米酒拢是使用舶来米蒸制，酒精浓度拢是22度，差别伫红飘纯米酒有放半年以上的时间，口感较温顺，较受消费者介意。纯米酒这一支呢，它是被民众所喜好所以造成了这一支销量一直往下跌。到目前为止，这2支在销售比的话是7比3。
台酒公司强调，红色飘头的红飘啤酒，当年生产量大约100万打，目前虽然停产，也不过库存量也会当维持到年底，并未随到买袂着。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媒体人吴美仁透过面册表示讲伊的朋友伫咧台北设计时阵，涉及互店员强迫推销一个保养品。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也回应讲，已经介入调查，若准有违法，会依照着社违法来查办。劳动局也表示讲，已经派人去收集证据，若准有做一定的处罚。台北东区的街仔路人是来来去去，卖保养品的店头嘛袂少，不时就有店员发建本予过路的民众。希望社民众入来买物件，不过节目的主持人吴美仁透过人面册讲，伊一个朋友伫咧台北东区设计，索叫外籍的店员硬推销保养品，买手开钱甲交管才通走。袂少民众讨论讲，因嘛有类似的经验，会害怕，强迫推销你东西的时候，觉得心里有负担。要礼貌的跟他就是点个头啊，不然直接拒绝也不太好。可是当然也是很困扰啦。代志发生了后。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回应讲，目前已经有介入调查，袂少网友嘛留话分享因红硬推销的过程。警方强调讲，以社会特殊医护法第79条，伫公共场所卖物件影响到交通，而且不爱听可靠的人，会当罚代票3000块以下的罚款。现在已经有派便衣在执行埋伏搜证当中。那当然，如果有涉及这个强制这个妨害自由、恐吓的部分本分局绝对会依法来严办。我们会到现场再做查证，因为他的查证方面除了要判断他的聘雇许可，还必须了解他们所签订的合约当中所约定的执行的事项。那我们也会参考中央的一些解释令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台北市劳动局强调讲，这个外籍的店员，因去调查了后发现讲，伊确实有依就业服务法申请工作许可证，并无违法。也若针对伊哪像是硬推销的这个行为，已经有派人搜证，若发现有违法，就会甲裁罚。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即马是网络新时代，民众常常当着讲伫咧线顶有各种所谓性别暴力，亲像是研究家咧翕相、恶意搜查个人资料等等的摆台，有真侪行为目前抑阁无法律通好来处罚，造成真侪受害者伊的困扰甲创伤。虽然行政院伫顶个月有公布所谓网络性别暴力10种类型，不过民间团体却认为讲分类犹原无够幼。今仔日联合各党派女性委员呼吁政府着爱赶紧做出修正。手机收到色情的图片，也是伫网络受到恶意追踪、高刷，所谓性别暴力的形态愈来愈多。11的时阵，8位不共党派立委甲民间团体做伙呼吁行政院，就要提出具体的政策。尤其民团调查，因为私密的影片流出去，感觉困扰的受害者上多。民众真的觉得伤痛，还是以性私密影像外流为居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叫做仇恨言论，现在台湾并没有任何的法则可以去规范。所谓女立联名表示，目前的法律敢若针对伤害到个人的行为，有诽谤罪等等的法律会当处罚，并无针对伤害性别族群来做规范。而且2月初，行政院公布的网络性别暴力10大类型分类无够幼，所以提出另外的版本，分做5大类型21个项目，亲像性私密相片也是影片，防黑白乱用、性别隐私的侵害等等，互外界来参考。立委嘛无分党派，针对私密外流影响的防制条例，提出13种版本的草案，呼吁行政院会使赶紧通过相关的立法。过去的性骚扰、性侵害就会演进到今天我们说的数位的性别暴力，所以定义上需要与时俱进。很多这些私密影像在网络流传之后，想要让它消失都没有办法消失。真侪立委嘛希望透过伫网络，卖起点、卖传送、卖下载，提起民众正确观念。针对记者会诉求，行政院性别平等会是回应。10大类的公布是参考欧盟等等的规范，未来会搁照外界需求做修正。记者丁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讲到检讨这项补术是正强调自我要求，伫婚姻的轮配国小特别和婚姻关体育会检讨委员会合作，伫咧这学期有伫咧学校开一个检讨社团，希望会当训练学生囡仔的专注力甲处理危机的能力。
台下顶堂咧解说剑道的步骤，学生伫台下骹也是听甲真认真。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养成独立自己判断。 还有敏捷性、果断力积极性。剑道上要求锻炼咱人的精神，爱定着冷静，对学生囡仔的人格教育是真有帮助。伦培国小这学期特别和云林县体育会剑道委员会合作，要来开办剑道社，为着让学生囡仔伫参加进前先有基本的认识。教练讲，对战的过程爱真专心，嘛就注重礼数。亲像剑道比赛开始进前，双方爱互相行礼，这毋但是尊重对手，嘛是尊重一项武术。 也希望就安尼培养学生的好品行。我们练一个剑，我们是练我们的心，我们的修养。我希望只是说，在一个招式之下，我们能够取分，但是我不希望我们去伤害到对方。学习武术毋但是训练身体，剑道更较注重处理飞机的智慧。学校也毋望学生囡仔透过社团训练，会当体会到剑道的文化甲精神，佮会当培养因的人格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伫红家岛顶就爱拜春饭，插伫春饭顶头的花，或者是饭春花。伫云林虎尾就请老师来教阿公阿嬷做这款会当训练手指头啊、甲目睭，而且是真细蕊的饭春花。阿公阿嬷目睭剃到大大蕊，对老师所教手路斟酌甲线，填好一沿搁一沿，一沿搁一沿，甲线填好好势。 花蕊形体就看有出来啊！叶子缠下来。这是云林县虎尾智能游客中心所举办的课程，请地方出名的工艺师甲社区长辈用甜春仔花方式做饭春。这是大家会想到说这是过年插的东西，那其实我们把它做一些变化，让它可以在那个小花盆上做装饰。春仔花是较早农业社会真接看到的头插，用丝线佮有剪纸落去甜。 所以嘛叫做甜花，用过新娘结婚的时，会伫头顶夹春仔花表示福气；也是到妹要死年，会伫饭插纸花。这就是人讲的饭春花，因为春花的春甲物件有量有春的春共音，饭春花都有祝福的意思，代表年年拢有春。打工艺老师甲这两种传统结合做伙，互社区长辈有无共款的体验。原来民俗也通有新意，也通有变化。也手甜花毋但通磨耐心，佮通训练指头啊、目睭的眼力。做咧春仔花会当互阮的手较卡咧。 较潮咧，目睭训练阮的目睭，甲训练阮的手。阿公阿嬷用心甜花，大家拢嘴笑目笑，感觉真趣味。工艺师表示，希望经过这摆课程，互社区长辈有新的体会，嘛望甜花这项传统工艺有愈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互民众更加了解到天文知识 ，NASA 美国航太总署逐工拢会铺一张天文相片和小解本子。去年底，中央大学天文所博士后研究员蔡安利，伊就写批互 NASA， 讲家己愿意用台文小解一寡天文图，就是希望讲用母语小解天文宇宙的奥妙。Touchdown confirmed. Perseverance safely on the surface of Mars, ready to begin seeking the sands of past life. 今年2月中，美国航太总署成功把这粒号做毅力号的火星探测器送去到火星，佮翕到真珍贵的影像。这个相片唔但伫咧 NASA 逐日100天文图的网站展示，即马台湾嘛得到 NASA 的批准，有全台文的翻译。我差不多是12月底的时阵写批互因，因差不多正式互我的网站，放伫因的 language list 内底是1月19迄。 螺旋是啥物物件？我就开始找螺旋、光雷，伊甲我讲光雷，所以我就讲好，安尼 spiral galaxy 我甲换做光雷啊星系。华语讲的螺旋星系、光雷啊星系、螺旋手臂、光雷啊手骨、老鹰星云、马丘星魂，也有蓝调对星、那是龙星。蔡安利博士爱天文嘛爱武技，对2020年年底开始翻天文图到今，已经翻超过60篇。逐日都咧想讲，安怎甲天文的专有名词翻甲袂有精彩，佮挖紧伊的原文。
伊在做这个代志是非常谨慎，非常专业，大家会当普遍去了解讲，哦，这其实就安尼。啊，另外一方面，带咱的青少年啊，会当去开始去关注台语的重要性，去学习台语。用台语来学天文，还是讲用天文来学台语，其实拢会使学到新的物件。我感觉讲，把这两项物件夹起来做拄啊好，我两个愿望我拢会使达成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做甲真欢喜安尼。逐工一百天文图。蔡安妮老师嘛邀请朋友用台语小解天文图加入伫咧 podcast 内底。NASA 大日100天文图的网站，即马已经翻做20多种的语言，也拿台语嘛包括在内。蔡安妮讲，未来会继续靠这的思维，望母语和天星结合，永远留存。记者阿明真、曾派文台北桃园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